今仔日早时啊，日头是真炎，不过下晡却开始变乌阴啊。台湾各地头那温度会开始降，即拜二暗、拜三暗，冷的感觉上明显，上低会来到10度左右。即北部、东部地区也会开始落雨，提醒民众要出门进前，就要注意天气状况。台北市早时日头真炎，外套又要穿袂掉。伫台东台北，阁出现36.5的高温，不过下晡向向变天，天顶乌阴，阁明显变凉冷，因为冷空气就要开始影响台湾。拜二暗、拜三暗，凉冷的感受上明显。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预计就是落在礼拜2晚上到礼拜3清晨这段期间。那预计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是落在11、12度左右。那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4、15度这样一个温度。礼拜3晚上到礼拜4清晨的时候，因为这个水汽上是有比较明显转干的一个情况所以预期上就是会有这个辐射冷却一个作用之下，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这个低温上，大概也是只有在10到12度左右。受到华南混合区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东半部甲山区也会开始有雨，中南部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区，整个都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出现。不过因为这个是属于是华南云雨区东移的一个影响，所以基本上整个雨势上是不会到太大一个状况。气象局估计拜二雨水上济，拜三开始雨水就会减少，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另外沿海的地区会有强阵风出现，可能有8级到10级。提醒民众要注意海面的风影。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